Creator Spiritus, mentes tuorum visita, impleso 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 pectora. Vidit seris Paracletus, donum Dei altissimi.
师母圣教会要求应给我们莫士高弟兄授予执事圣职。你知道他有资格吗？经询问基督指明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可证实莫士高弟兄确有职。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作用，我们拣选莫士高弟兄领受指示圣别。轉廣東話啦，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嘅思高弟兄，可能你係我哋思高弟兄嘅親戚啊、朋友啊、好兄弟、好姊妹啊。咁佢即將領受呢個執事嘅聖別，都讓大家一齊去諗下，再次反思呢件係咩一回事呢？佢會靠住聖神嘅恩寵，得到力量，將要喺宣講聖祭同埋愛德嘅事務上邊，協助佢主教同埋重屬主教嘅司鐸團同埋佢嘅修會團體，為人群去服務嘅，成為我哋大家嘅公僕。佢會將服務喺祭壇，佢會宣講福音，預備禮品，為信友分送聖體聖血。跟住呢，佢都要按住主教嘅指示，向唔認識天主嘅人宣揚聖道，幫助信友加深信仰。主持祈禱、施行聖洗聖事，同埋見證婚姻聖事，為臨終嘅送臨終聖體，同埋主持殯葬禮儀啊！佢既然藉着由宗徒傳下嚟嘅覆手禮會被祝聖，並且同呢個祭台結下不解之緣，咁就要以上要主教同埋佢團體嘅長上嘅名義，努力咁樣從事愛德嘅工作。佢要仰賴天主嘅助佑，務必喺一切嘅事上謹慎行事，好等人哋能睇得出佢係真係基督嘅門徒，因為基督降生成人係為咗服務，唔係要接受服務啊！即將領受執事職嘅思高弟兄，我而家想同你講多幾句說話。基督為你立下咗榜樣，都願你照住呢個榜樣去做啊！耶穌基督喺我哋門徒當中，佢嘅門徒當中，都喺我哋當中，都曾經以僕役嘅身份出現。執事既然係基督嘅僕役，你哋要全心去承行上主嘅旨意，喺愛德之中開心咁樣為人去服務，就好似你會服侍天主一樣啊！所以千祈唔好揀邊啲人去服務，邊啲人唔服務。的確，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嘅主人，所以你要細心去分辨，將一切不潔嘅事物呢，貪婪嘅行為呢，都視為崇拜偶像，加以棄絕。你既然自願接受執事呢個聖別，就應該好似當日宗徒所揀選嘅聖愛德服務員一樣，具有良好嘅聲望，讓聖神充滿俾你智慧。你將要以獨身嘅身份履行呢個職務，因為獨身嘅生活
係牧靈愛德嘅標記同埋激勵，同時獨身亦都係孕育世界，使佢充滿生機嘅特殊泉源嚟嘅。你因愛主基督嘅驅使，甘願以獨身嘅方式去生活，你就要將自己奉獻俾基督，全心同我哋主結合，更自由咁樣為天主同埋佢人群服務啊！呢個內心嘅自由好重要，更加能夠無牽無掛咁樣去推展基督救贖同埋重新人靈嘅工作。所以你要喺信德之上生根植基，為能夠喺天主同係第啲人面前盡量無瑕可指，堪當成為基督嘅僕人同埋分施天主恩寵嘅人。你不僅係福音嘅聆聽者，你喺領受到聖職之後，更加會係福音嘅傳播者。切唔好對福音灰心失望啊！福音嘅中心點係上主是愛，所以更加唔好讓人對福音灰心喪志。你要以純潔嘅良心保存信德嘅奧蹟，並且以行動嚟彰顯咗你所宣講嘅天主聖言，使基督子民靠聖神嘅活力，成為天主喜悅嘅純潔祭品。同時希望你喺末日嘅時候，同天主相會嘅時候我哋大家都會同天主相會，讓我哋都能夠聽到佢對你咁話：好良善忠信嘅僕人，你嚟啦，享受你主人嘅福樂啦。所以親愛嘅思高弟兄，喺領受執事聖秩之前，你應該喺大家面前表明你接受呢項職務嘅意願。你係咪願意藉着我嘅覆手禮同埋聖神嘅恩寵，被祝成為教會嘅聖職人員啊？我願意。你係咪願意為咗幫助主教同佢嘅司鐸團，並為咗基督信眾嘅利益，謙遜咁樣熱誠履行執事嘅職務啊？我願意。你係咪願意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講嘅，以純潔嘅良心保存信德嘅奧蹟，並且按照福音嘅教導同教會嘅傳統，以言以行去宣揚呢個信德啊？我願意。咁你係咪願意一心一意咁樣將自己奉獻俾主基督，為咗天國，終身信守獨身嘅志願，去侍奉天主、服務人群啊？我願意。你係咪願意信守並且加強合理適合你生活模式嘅祈禱精神，並且按照你嘅崗位、你嘅身份，以同樣嘅精神聯合全體天主子民，並且為佢哋同埋全世界嘅得救，忠實咁樣履行每日誦禱嘅本分啊？我願意。你將要喺祭台上服務基督嘅聖體聖血，你係咪願意使自己生活一日比一日更加肖似基督啊？靠天主嘅助佑，我願意。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你當地嘅教區同你法定嘅長上啊？我應許。天主喺你身上開始咗美好嘅工作，願天主完成佢。
親愛嘅弟兄姊妹，請起立。親愛嘅弟兄姊妹，天主既然選拔咗呢位弟兄接受執事聖秩，就等我哋祈求全能嘅天主聖父仁慈咁樣賜予佢豐厚嘅恩寵同福佑。請大家跪下。獻身於聖職工作嘅人，蒙受你嘅福佑同埋聖化，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祈禱。請起立。全能嘅天主，求你降臨。你係施恩嘅施予，恩寵嘅施予者，各種職位同埋任務嘅分配者。喺你永恆不變嘅圓滿之中，你尚能使萬物不斷成長更新，邁向圓滿。你藉著你嘅聖言、德能同埋智慧，係佢哋嘅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子係起初就安排咗一切，並使呢啲計劃喺適當嘅時間一一實現。你建立咗教會作為基督嘅身體，並使呢個身體嘅各個肢體享有天上不同嘅神恩，各司其職，又因聖神而奇妙咁樣合成一體，成為新嘅聖殿，不斷成長擴大。你建立咗3個聖殿職務，使聖殿人員為你嘅聖名而服務。猶如昔日你曾經揀選肋未嘅子孫喺你嘅聖殿之中供職。喺教會嘅初期，你嘅聖子嘅宗徒，由於聖神嘅助佑，都選拔咗7位聲望良好嘅人，協助佢哋管理日常嘅事務，好使佢哋能夠全心專務祈禱同宣道。宗徒並且以祈禱同埋覆手禮委派咗嗰啲被選嘅人管理飲食嘅事。上主，現在求你仁慈咁樣垂顧我哋奉獻俾你嘅呢位領受執事職務喺你聖壇服務嘅人。上主，就求你等我影相，求你顯發聖神降臨於佢，使佢因聖神嘅七恩而強化，忠實咁樣執行服務嘅工作。願佢都能夠具備福音中各種嘅美德，仁愛無私，關照貧窮，威信有節，純潔貞潔純樸，信守內心嘅紀律。願佢喺生活之中彰顯你誡命嘅光輝，使你嘅子民都能夠效法佢待人接物嘅善表啊！願佢喺基督之內堅定不移，
以純潔嘅良心作美好嘅見證。今生追隨你嘅聖子，全心為人服務，而不求受人服務。來日喺天上同基督共享王權，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你及聖神係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啊！莫執事，請接受基督嘅福音。你已經係基督嘅使者，請你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讀嘅，要教導你所信仰嘅，要實行你所教導嘅。
個修院嘅亡者，都記得阿東執事嘅婆婆陳錦貞。求你接納所有嘅亡者喺天家如願以償，得見你聖容嘅光輝。我哋都期待一日天家再見。感謝天主唔嫌棄我，使我成為執事，喺祭台上服務，亦係喺隱修院呢個團體服務。喺隱修聖召嚟講，從來都唔會話每一位隱修士都會領受聖蝶聖事嘅，所以喺隱修團體中領受聖職嘅呢，可以話係天主召叫中嘅召叫。天主既然召叫佢哋喺教會中為弟兄姊妹服務，願天主賜你滿懷熱忱，全心為眾人，讓佢為窮苦嘅人服務。阿們。天主既然委託你傳播基督福音，都願天主幫助你生活出你所宣講嘅，成為熱誠嘅見證者。阿們。天主既然委派你做佢聖事嘅服務員，願天主將你賜賜嘅聖子耶穌基督，成為全體世人嘅和平使者。阿們。